创作室内一件件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品，全是林俊斌利用钢弹模型作为材质所雕塑出来的。他将钢弹模型视为蕴含文化的符号，以此作为材质，试图说明资本主义架构下的文化侵略与融合等现象。这条看似独特的艺术之路，却有个再平凡不过的起点。可能我觉得小时候经验都一样，都是爱涂鸦这样，然后涂一涂，就是考上复兴美工这样，然后上复兴美工之后就什么都学啊，什么素描啊、水彩啊、油画啊，然后电脑绘图啊，什么都碰这样。后来还有就是对公共艺术也有兴趣，然后有时候会去东区，常常不是有一些什么建筑师开的课，对啊，就是什么在某个地下室啊，然后他就找很多建筑师来这里，类似开一个论坛或者什么事，然后我都会去听这样。那时候对空间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因为以前在复兴美工碰到的东西都其实是很平面，都平面的设计啊，平面什么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建筑，它虽然也都是纸本啊，对啊，但是就是有时候你会做模型啊，干嘛的时候，从纸本变成你在做模型的时候，它把空间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想要念建筑，我自己就看了很多东西啊，然后后来就是当完兵。就是考上了那个台艺大这样，但是念上台艺大的时候是刚好是选了雕塑，然后后来就没有去考指考，所以建筑就跟我无缘。后来我就走上那个艺术这条路了。雕塑一开始就是从那个泥塑，那石膏像、人像、半胸像，然后接下来就是裸女啊，或者裸男，那个很科学写实的技法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进入石雕，就开始拿砂轮机啊，然后之类的，然后木雕啊，然后就是比较传统的这几个媒材。我后来到大3的时候，我就放弃这些媒材，都开始走一些比较观念性的艺术，才不会被自己自身的框架绑住。你是念雕塑的，那我是不是就要成为雕塑家？那雕塑以外的事情，我是不是不能做了？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开，我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主题适合用影像来拍，我就用影像来拍啊。这东西如果是用雕塑来做，最能达到我想要的，那当然就用雕塑，我就不会被媒材局限。深受杜尚、罗登等一系列现代艺术家的影响，大学时期的林俊斌也试图挣脱束缚，让自己能够在更广阔的思维空间里进行艺术探索。然而，他又是在怎样的思维下选择了钢弹模型这种意想不到的材料来作为创意元件的呢？从事雕塑创作，然后就是开始思考材质的问题，材质自身的语汇的强度。后来我才想说，我不应该纠结在材质上面，对啊。然后我开始找物件，就是或是什么符号，它有什么强大的文化在上面。就是我们看到了 LV， 你就有个认知在说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它的文化是什么，然后它是精品类什么什么之类这样。可是那2个字，它只是一个符号，可是它却能带出这么多的含义。那我觉得我取材就是取材这在每个符号后面的文本是什么。林俊斌将钢弹模型降解为一种带有特殊文化性质的材料，他将这种来自日本次文化的模型元件作为材质，试图以艺术的形式来说明，甚至是暗讽资本主义架构下的文化侵略与融合。这种发生在你我周遭的文化冲击。然而，这样的结构手法会不会引起原本广大钢弹玩家的误会，甚至是不谅解呢？大部分的评价都还蛮好的啦。然后我曾经有加入一个就是钢弹脸书的社团，那我一直以来跟里面的人也都是相处的还 OK， 然后跟站长也认识，我也都没有把作品丢出来。认识了2年，我觉得2年大家都朋友应该没关系吧。然后我就把作品丢出来，刹那间，对我就被踢出社团。对啊，然后后来我就花很久时间跟他沟通，说我是文化创作者，我不是要
就是挑衅你们啊，干嘛之类这样的，而且就做一件作品花这么多钱来挑衅你们，我觉得也蛮白痴的，对吧？所以后来他才开始跟我聊我到底在做什么这样，然后后来他才接受，也有帮我推广。虽然林俊斌蕴含深意的另类创作形式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受到认同，他还是坚持他的创作理念，在热情的高雄慢慢找到了同好与支持的力量。盐埕区我们知道它是高雄最老的一区嘛那当然我们也是因为在地企业的关系，我们想说要活化这个在地的这个部落。现在高雄最夯的就是那个駁二的艺术特区，它其实很邻近。那这边因为是以前早期最热闹的地方是在这边，那我们想要借由艺术家的驻村的进驻呢，跟在地呢有一些连接跟活化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台艺的驻村艺术家在这边总共有9位艺术家，都是年轻的艺术家。那是想要扶植，就是科班出身，然后是年轻的艺术家这样子。那我们这边除了有一些平面的艺术家以外，也有一些立体类雕塑的。那像林俊斌老师他的钢弹艺术创作，那是就是大家都很知道的。还有几个像张芳榜然后林仲威他们都是画一些就是比较当代的艺术创作的，在这边。盐埕区的大沟顶，随着高雄港经济形势的转移，早已失去原有的繁荣景象。但是由于近年来邻近的駁二艺术特区蓬勃发展，保留不少历史人文特色的盐埕区，也吸引了不少艺术家选择在这个区域定居，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创作，在这里思考。林俊斌独特的才质与另类的技法创作风格，也慢慢在这里受到了肯定。我想林俊斌老师他是因为他取材的素材就已经很特别，他是用钢弹嘛那他本身在这个文化的塑造上面，他就有一定他的文化的那个成分在里面。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有几个系列，我想特别介绍他的就是名画系列。他的名画系列是把梵谷或者是赵无极、朱德群的这些很有名的作品，他是把它2D 的平面的画作，用那个雕塑的方式把它做成3D 的立体的创作。我最早期是 logo 系列，你会看到那个麦当劳然后 Playboy 然后美国队长然后另外一个系列就是山水系列，就是纯粹就是造景这样，然后一个就是梵谷，就名画系列，就是把名作变成一个战场这样，然后 logo 系列呢，它就是其实它是重的是重标语，就是话语权这件事情。然后像目前就是这三个就是主题，但是我做的东西很多啦，那这是其中是在用钢弹，目前就是这3个类型。林俊斌以钢弹模型作为材质的创作系列，目前有 logo 系列、山水系列以及名画系列等3大系列。与传统材质不同，林俊斌利用钢弹模型原有的造型肌理，在凹凸起伏的空间当中形成独特的剧场感，使得观看者能以不同的角度来观赏同一幅作品，大大增添了艺术品的趣味性。我的作品，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有个剧场的效果，就是它是一个平面的画面，你在里面安排故事安排场景，这只是构图，对啊。可是我的作品里面就是有个剧场效果，因为就是像名画系列，它其实就是有深度，它有空间，对啊。它的观看方式，它可能就不是用就是这样像画一样正面的看，你可以这样子看，你也可以这样子看，对啊。因为它毕竟是立体的，然后每个那个小士兵在作品上面的角度都不一样，可能这个小士兵他枪指的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他其实每个地方安排的，就是你必须一直在各个视角去观看，
那观看的过程，因为它是在名作里面，就假设是在梵谷，他可能这个小士兵是在眼睛，然后这个那个在耳朵，或者在哪边，这些场景在搭配就是人物的肢体的时候，他讲述的语境也都不太一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还不错的就是剧场的效果。其实，因为我一直尽量保留那个现成物的特征，就是其实我有剪，可是我是那个你现在表面上看到就是所有的零件我都没有动任何一刀剪过，因为包括它的颜色都是这个颜色自身的状态，就是现成无遗留，我尽量就不去破坏这个被制造出来的文化，对啊，但是我唯一去解构它的部分就是把它拆解，它原本是钢弹机器人，但是我不把它当做钢弹机器人来组装，我把它当做是一个文化材料，这样，对啊，然后，但是我剪的部分是在作品里面，对，因为就是我的作品里面都是实心的，对啊，然后所以如果你不把材料稍微那个修剪，它会里面会有很多空间，那空间就会造成结构上的不稳定啊，所以我都会把它稍微剪比较小块一点，然后把它填得很密，对啊，但是那个除了因为里面的部分是看不到的，对啊，但是我把里面填满，最主要是要呈现资本主义，对啊，因为资本就是铺张浪费，然后用大量的金钱、劳力密集这样，然后我就把这几个东西全部集合在作品里面来。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结果，可是中间的过程其实也是创作的一部分。这里是位于凤山的和轩新艺空间，前身为和轩艺廊，挑高的空间极为通透明亮，为南台湾艺术家们以艺会友的重要据点。曾举办过无数场重要的展览，为艺术家与艺术藏家们在高雄提供交流的平台。我们这个空间大概2012年左右，就成立了。可是在这个时期，所以到现在为止有大概要4年到5年这中间的时间。但我的经营这个画廊其实已经有数年以上的经验了。所以在这个新空间里面呢，我们就是有更好的发展。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空间非常，你可以看得到现场我们空间的那个光线非常充足。可是相对的呢，也很辛苦，就是说看展的人，他必须，可能来2次以上，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看展的感受，所以这个空间我觉得是更有挑战性，连包括布展的人，包括艺术家来这个空间，可能在展览的空间规划上，它会有比较多一点的可以想象的空间。看到他的作品第一眼，其实我是在他参加其他的画廊来参加高雄饭店博览会的时候，在饭店里面的就是看到他的第一次作品。看到他作品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远远看转弯进去的时候，其他的作品没有吸引住我的眼光，是他的作品远远看，吸引住我的眼光是第一个是一个平面绘画的一个作品。可是呢，我走近看，它是一个立体的雕塑，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是很有吸引力，因为我觉得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哈，有前后的感受。再过来近距离看的时候，才去看那个材料，我就发现说，原来这个材料是很不同，因为那个材料是我不曾看过的材料。所以当然就很引起我的注意，所以我才
询问业者说，就是这个是什么材料？他告诉我说是钢弹，我其实并不知道钢弹是什么，因为我并不是出生在80年代，我是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年代的，所以我没玩过这样钢弹的一个玩具的一个材料，而且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比较男性化的玩具的材料，所以这一点是很吸引我。我这件作品其实它是梵谷的一系列这样子，然后通常这系列作品我都会帮他它其实都是叫做梵谷的战场，梵谷的什么战场这样，然后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名作啊，只是我把它变成立体的，然后安排很多小士兵在这个战场里面，然后呢，就是你以小士兵的视角，它其实就是一个地形，对，但是你站远看，以我们的视角来看，它就是一个模型或是一张名作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件作品你要近看你要远看，你要在各种角度，就是像你在走在地形里面，它其实是各种地形这样。然后当初我下来高雄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在去年7月才下来高雄，对啊，其实我就是第一次在这里展览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没有信心。对啊，就是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在北部耕耘，然后去年7月才下来，所以我很怕说，我第一次下来高雄的时候就没有成绩，对吧？然后或是因为我知道高雄的对于艺术的喜好，就是可能跟我的创作路线有点落差，对啊，然后我一开始我是想的蛮悲观的啦，然后后来就是第一次展览，然后就有人收藏，对啊，然后就是很喜欢我的作品，对吧？然后我那时候我是算是我在高雄第一个成绩，然后我就很开心。林俊彬与何宣因为梵谷与钢弹结缘，也期许在未来艺术家与艺术藏家能够在这个场域碰撞出更多新的火花。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就有跟林老师做一个沟通，在这个沟通的就有一个结论，这结论就是说，在大后年会在我们这个空间有他的个展。其实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这个空间规划起来是要有一定的作品的量的，所以我想他最近应该会很努力的去做这个作品的那个就是创作。林俊彬另类的艺术文化呈现，在高雄受到越来越多的赏识。不仅仅是艺廊，林俊彬更与博尔艺术特区合作，开始尝试创作一件体积看起来很巨大的艺术作品。透过博尔的橱窗，人来人往的游客们都能够直接看到林俊彬的创作过程。这样的场域对他来说也是一项新的挑战。当初会看到俊彬的创作，是因为博二其实这3年来，我们每年的年底都会办一个高雄的艺术博览会。那在去年的这个艺术博览会里面，就是在展场里面发现有一间画廊带他的作品过来展出，那他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说他利用一个就是非常次文化的钢弹这样的元素，可是他创作出来的一个作品的效果却是非常当代艺术的一个概念，然后他想要传递的那些意念，其实就是非常的隐晦的，然后很不明显的，但是却让你可以感受到的那样子的一个意涵，我觉得很有深度，然后在视觉上面也很吸引人。那所以呢，在博二这样的地方，我会觉得非常适合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展出。那在博二这边来说，我们其实除了就是静态的展览之外，我们也有就是所谓的橱窗的展示。那所以的话，像俊彬这样的作品，会觉得说，如果单独在一个展览只有短短2个月的时间展出，其实蛮可惜的。所以那时候就
跟他谈，邀请他，希望他可以来这边创作一个巨型的作品，然后在博尔这边可以展出长一点的时间。怕那个震动到，对啊，所以就是大家砍的时候就要砍100。这件作品叫做那个艺术家都是罗兰巴特的敌人。然后罗兰巴特他就在讲那个文化，或者那个神话学、符号学跟那种神话这一类的东西，这样。然后他就是其实很多东西都被包装来了，像 LV 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他如何把它创造出一个神话这样。那文化本身也是一样。然后就是在那个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群体制造出一个信仰，然后这信仰的群体变大的时候，它会升华成一个文化这样。然后文化它是会移动，它不是说我在这里都不会移动，它透过资讯，透过人的移动，然后它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它就会有个光环在那里。那我就是用那个核爆，就是一种。我们直接对武器的就是它使用过后的象征，来象征一个文化。然后但是这个文化呢，它又不像说，就是它因为基本上是一个信仰，对啊。然后所以我就会用那个圣像的那种信仰，因为圣像的信仰通常都在人物上面或是一个动物这样，而你很少看到圣像的光圈出现在一个物品上面或是一个符号上面，对啊，然后所以我就把圣像就是那个的光圈，就是它本身它具有神圣性，对啊，然后移植到那个谭仲营后面，对啊，然后象征一个文化，它其实具有攻击性，它是有意无意的侵略你，对啊，但是你实际上你会被影响，对啊，所以。就像那个，我们已经不再穿唐装，对啊，这样子的，因为它是一个文化，它是流行，对吧？然后本来文化跟文化接触的时候，它就会有优势跟或是比较弱势的部分，对啊。然后优势的这个部分，通常那个就会被取代，对啊。所以我就把这一连串文化的那个。就是进化的方式跟殖民的方式，跟就是资本主义或是他利用它来操作某些事情，就是把它讲出来，对啊。然后罗兰巴特他也一直在处理这些相关的事情，这样。然后所以按艺术家本身，其实每个艺术家都在塑造自己的光环，对啊，就是因为艺术家进到商业体制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说，自己要成名，就像名人一样。可是每个艺术家跟每个名人，其实他其实也是跟每一个普通人是一样的。可是你会觉得他价值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对啊。然后就是艺术家一直在制造这些事情，可是罗兰巴特却一直在解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罗兰巴特都是艺术家的敌人，或者艺术家都是罗兰巴特的敌人，因为他们两个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对啊。然后再根据那个图再画一个圈圈，就很大一个圈圈，然后圈圈画好之后，在这个艺术特区中，除了林俊斌之外，还有许多的艺术家进驻，透过博尔的策划与串联，丰富高雄人的艺术生活。现在看到的这个，所以上面会比较空。因为上面后面会有。目前的话，在驻村的这个方面，我们有2个特别的企划。10月跟11月的部分，我们有插画村，那一共有10位的插画家会陆续的进驻到博尔这边。那他们透过工作坊、透过展览、透过讲座的这个方式来跟就是高雄的市民这边做互动。那12月也因应那个耶诞节的部分，然后我们也邀请一些手作的专家达人，然后来这边透过一些课程，然后以及分享，然后让观众可以自己去动手做耶诞的装饰或者耶诞卡片等等，就是应景节庆的一个创作。习惯以哲学思考为艺术指路的林俊斌，对材质语言与题材表达的追求，势必将从模型里提炼出新的价值与意义。我用的语言不是我说的算，是大众说了算。就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啊，他会说哦，这是盆栽。他看到这个材料，它是那个钢弹，对啊。所以我是组合那个大家对于
那个就是这个时代的符像的认知，对吧？那一方面你在组合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解构它原本的脉络，对吧？只是你会这些东西都是你熟悉的，如果那个我解构掉之后，你看不到钢弹，那这个材质就会变成那个传统材质，对吧？就是我把一个符号再还原成材质就这样，对吧？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不会消失的，因为我希望它存在我的作品里面。如果它不存在，我选用的材质它就没有意义了。模型对我而言，它是一种符号，是承载文化的符号。